不要吵，不要。我没死，我没死，不知道昏迷了几天了。啊！啊！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处处见面，两人激起心动。近望中看不一样的天空。我张无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有什么后福啊？我都快死了。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，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人啊，冲动，它又让我感动，伤的心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屠龙，但愿见你笑容，让我有始有终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屠龙，但愿见你笑容，让我有始有终，让我有始有终。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人啊冲动，它又让我感动，伤他心，我是万万不能，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屠龙，但愿见你笑容，让我有始有终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屠龙，但愿见你笑容，让我有始有终，让我有始有终。反正在这个无名谷出也出不去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寒毒发作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把爹娘还有义父教我的武功复习一遍吧。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人啊
的心，我是万万不能。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我要还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同路，但愿经一交融，让我有始有终。我要还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同路，但愿经一交融，让我有始有终。不要还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同路，但愿经一交融，让我有始有终，让我有始有终。最近寒毒发作的时间越来越短了，我看我不久人世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还不睡觉啊？这么晚了，来找我干什么？啊？哎，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哎，喂！这是什么？怎么有猿猴的尸体？好臭啊！死了好久了。这里有缝过的痕迹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里面是不是有东西？原来是这玩意儿害死了他。九阳真经。
师傅，无忌的孩子，难道真的没有救了吗？以为师的功力，只能救他一时。要想完全断根痊愈，除非我师父觉远大师复生，把全部九阳真经传授你，以阳治阴。师公曾经说过，玄冥寒毒要用九阳神功来驱除。九阳真经怎么会在白人的肚子里呢？不管他，反正闲着也没事，练练看，没准还有用呢。是九阳神功发挥效用，和我身上的寒毒相互冲击。好像还不对。4本真经我已经练了3本了，还剩下最后1本。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运用这9阳神功，哎，最起码每天照经书练啊，至少可以把我身上的寒毒驱光了。好厉害的9阳神功啊！好，再来。怪了，我的9阳神功练成了没有啊？管他呢，这
只要不没事发冷就行了。喂，喂，也算替我庆祝是吧？对了，我在这里这么久也没见过苹果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追春风，我追春风。跑这么快去哪里啊？见面让人激起心动。今晚君看不一样的天空，我张开心胸，无情的人笑，我笑无情。有水果，是果园。在他手掌之中，这有人住，真有人住，我可以出去了。追春风，追春风，我可以出去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伤的心，我是万万不能。我愿意在他。我从大班人肚子里得到这本经书，说起来也是极大的机缘。不知道千百年以后，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，再得到这本经书呢？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屠龙。但愿见你笑容，让我有始有终。不要怪我大意，我会与天屠龙。但愿见你笑容，让我有始有终。好久没有看到时光了，先回武当再说。有始有终。这什么地方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看，来了！大哥！师太，留下活口！程大哥，又是你认识的？芷若妹妹，我也听说你们峨眉派来了，满心欢喜的来找你。阿牛哥，你看那个人长得可比你俊多了，你吃不吃醋啊？喂，阿牛哥，我在问你话呢。你看那个人啊，眼睛眨都不眨的盯着周姑娘，你不吃醋？哎，我没心情跟您谈这无聊事。你们是哪一期的？此去一线峡路上还有多少埋伏？紫山龙王是不是到了光明顶？回答我！接下来就是你，老贼你就是砍掉我们的头，也就是从我们口中得到我们明教的行动。好！嘿，住手！
他们这些人手无寸铁的，师太对他们如此残忍凶狠，实在有失一代宗师的风范。邪魔歪道，人人诛之，有什么残忍不残忍的？他们这些人轻生重义，慷慨求死，实在都是铁铮铮的好汉，哪里是什么邪魔歪道？魔教徒吸血杀人，害死我徒弟，这是你亲眼目睹，难道还不是邪魔歪道吗？那秦义福王只杀一个人，你们所杀之人已经多过他10倍了。他用牙齿杀人，师太用剑杀人，一样都是杀人，有何善恶之分？臭小子，竟敢将我师父要挟相提并论，好打！原来是真人不露相啊！这几天我竟然没看出来，你有一身的绝世武功啊！让我救救他们。忍一忍。多谢小侠仗义，请问高姓大名？我姓曾，我叫阿牛。小子，你伤了我徒弟，过来接我3剑。对不起，师太，我不是您的对手，我也不想跟您动手，我只希望你们能够两方霸斗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就凭你臭小子一句话要我霸斗？每个人都是有父母妻儿的，你要是杀死了他们，他们家中的孩儿就要孤苦伶仃，受人欺辱了。师太，您是出家人，请大发慈悲吧。住口！用不着你来教训我。你自负内力深厚，竟在这儿胡吹大气。好，你要是能够接住我3掌，我就放了这些人。师太，不必多说了，接招吧。阿牛哥。死不了的。你干嘛打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骗你啊。你有一身那么厉害的武功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没问我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打你，我就要打你！哎呀，珠儿，别胡闹了。阿牛哥，我刚才是故意打你的，你赶快趁机逃走吧。我不会走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你投猪脑，你走啊！不，我要是走了，你还有他们就都别想活了。师太，你说我受得你3掌，就放他们离开。
现在我受了1掌，还有2掌。五哥，六叔，你说什么？我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五哥的影子。师太，请出招吧。少年人前程似锦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刚才那仗，我只出了3分力气，你知道吗？在下自不量力，愿再受师太2掌。曾小侠，你英雄仗义，我们深感你的大德。余下2掌，千万不可再挨了。有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；他横有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他自恨来，他自恶，我自一口真气足。九阳真经中要义，不论敌人如何强猛，如何凶恶，尽可当他是清风拂山，明月映江。虽然加于我身，却未有丝毫损伤。喂，姓曾的，你要是不敢接我师父第3掌，趁早滚得远远的。你在这里疗伤一辈子，难道我们也要等你一辈子吗？林师姐，让他多休息一会儿，也碍不了什么事儿。要你来袒护外人，小师妹只是顾念本门和师尊的威名，盼望旁人别说一句闲话。会有什么闲话好说？本门侠义之名已垂之100年，师尊仁义宽厚，自然不会跟这种后生晚辈一般见识。只是他狂妄自大，师父才会出手教训，但是绝对不会要他的性命。就算是他再练上100年，也不会是师父的对手。现在让他多养一会儿伤，那也不算什么。芷若姑娘说的不错，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这个时候谁敢动他，我英离亭第一个不答应。阿牛哥。师太，晚辈已调息好了，愿舍命陪君子，再挨你1掌。这小子就这么盘膝一坐，便立时神采奕奕，内力如此深厚，当真邪门啊！师太，请出招吧。我让你先出手，免得人家说我以老欺小。既然你有自知之明，那就赶快离开。少年人有你这等骨气也是难得，我灭绝师太手中绝不饶人。今天就破一次例了。多谢师太。那这些大哥们也可以走了吗？我的法名是灭绝，对妖魔邪道要灭之绝之，绝不留情。师太，灭绝这2个字是白叫的吗？
既然如此，还是请前辈发第3掌吧。那好，我成全你。灭绝师太，掌下留人。你是谁？在下姓殷，草字野王，白眉鹰王的儿子。师太，这第3掌由在下带领，你可否？你跟这小子什么关系？要替他挨这一掌？我跟他素不相识，只是见他年纪轻轻，骨头倒挺硬，不像武林中那些假仁假义、沽名钓誉之徒，所以才想替他领教一下师太的功力。小子，有人替你出头了，你要是还想活命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晚辈不敢贪生妄意。听到没有？这小子不领你的情啊！你决定要挨灭绝师太的第3掌？我答应的事，我一定要做到。好。灭绝师太，你最好言而有信，否则我叫你们峨眉派人死无葬身之地。现身！原来天鹰教早有埋伏。灭绝师太，请吧。小子，就怨你命苦了。多谢前辈，掌下留情。师傅，走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灭绝师太不愧为当世高人。殷六侠要留下？不错，告辞。撤！阿牛哥，我们快走。等一会儿。前辈元首大德，晚辈绝不敢忘。因为你帮明教，我才帮你，谁也不欠谁。我，阿离，爹，你好啊！珠儿叫舅舅爹，珠儿是我的表妹，不好，珠儿她杀了二娘，累死了自己母亲，又说爹爹一见到便会杀了她。曾小霞，常大哥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常啊？是，哦，是你报过了名。哦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啊，这不重要。我们不方便在这儿，就先走了。相助之情永记在心。告辞。阿离。
我一声爹，看看你的德行，没出息的东西，就跟你娘一样，练什么千珠万毒手，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。你不提我娘也就算了，你既然要说我娘，我倒要问问你了。我娘好好的嫁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娶二娘？放眼天下，哪个男人没有3妻4妾？这算什么？你胡说！明明是给自己的花心找理由，找借口。臭丫头，要你数了我！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让你打我了。你反了！你对我都用这种态度，难怪会对你二娘下毒手。谁叫她欺负我娘了？她是罪有应得。别以为你跟了金花婆婆就不把天鹰教放在眼里。哼，死丫头，你忤逆不孝，今日纵然有天大的理由，也难逃家法。来人，把她带走。三小姐得罪了。等等，殷前辈，你想对珠儿怎么样啊？这丫头是我亲生义女，她累死母亲，害死庶母，如此禽兽不如之人，怎能留于世间？殷前辈听我一言，当时珠儿年幼，眼见母亲受人欺辱，才一时不忿做错了事，还请前辈念在父女之情，从轻责罚。这是我殷家的家务事，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多管。我不是外人的。你说什么？夏姐，我不跟你走。还敢还手？不能啊！不能！小子，你不要自不量力。珠儿对我有照顾之情，我明知道她落入你手会性命不保，我实在不能啰嗦。小子，你向我手下留情，再来可以不客气了。带走。等等，前辈，珠儿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小的时候你曾经抱过她、亲过她，骨肉亲情，血浓于水，你就饶了她？阿牛哥，阿牛哥，你快走吧，你别理我了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阿牛哥，你走啊！阿牛哥，你赶快走吧，你别理我，你打不过我爹爹的，你走啊！阿牛哥，你走啊！我答应过他，要让他平安喜乐，不论什么人欺负他，阿牛哥，我都会保护他。阿牛哥，阿牛哥，男子汉，大丈夫必须言而有信。阿牛哥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的好的，阿牛哥。殷前辈，请你放了珠儿。你真是会胡搅蛮缠。你走啊！我绝不会客气了。反正你要杀了他，不如让我补一补。殷前辈，这秦义父王轻功虽好，耐力未必够，咱们跟他死缠到底。我竭尽平生之力追至此处，都会喘气，而你小子，爱的灭绝师太3掌在先，又吃了我2拳在后，居然脸不红气不喘，很行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能耐。你师父是谁？奇怪，每个人都喜欢问我师父是谁，可我真的没师父呀。胡说！没师傅怎么会有一身武功呢？是我自己练的。殷前辈还是关心珠儿吗？没有。不然你怎么会追青翼蝠王韦一笑呢？因为韦一笑在我眼底下劫走人，传出去，那我殷野王在江湖上岂不落人笑柄？随你怎么解释了。我听殷教有警。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！珠儿落入韦一笑手中，倘若给他吸起血来，那还有命在吗？韦一笑休息，我不休息；他睡觉，我不睡觉，我就不信追不上他。嘿！
谁？我是谁啊？你什么时候跟着我的？我什么时候跟着你了？我不知道才问你嘛。你不知道才问我呀？你这个人很奇怪啊！我奇怪？我懒得理你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对我没有恶意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身后，真要对我不利，早就可以动手了。你是出家人，法号怎么称呼啊？说不得。为什么说不得啊？说不得就是说不得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你叫曾阿牛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追青翼福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要从青翼福王的手中救一个叫珠儿的女娃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除了会说你怎么知道这句话，你还会说什么呢？嘿，你干嘛跑？我不想跟你瞎扯。天就要黑了，我追不上韦一笑，珠儿肯定没命了。可惜，可惜，真可惜呀！你连说3个可惜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少年有肝胆，有血性，着实不错。只可惜，转眼便是一具给吸干了鲜血的僵尸啊！想通了是不是？就算你追上了韦一笑，你能打得赢他吗？能救得了珠儿吗？到头来还不是白白的赔上自己的性命而已。大师，您的意思是要帮我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韦一笑是我的朋友，再说我也打不过他。你也是明教中人。哼，名叫无散人之一，布袋和尚说不得。小子，我跟你说，韦一笑打心里就不想吸引人血，他是逼不得已。唉，吸人血哪有逼不得已的？是真的。唉，也可怜。韦一笑为了练寒冰绵掌，练功练得走火入魔，所以每次击引内力就必须吸一次人血，否则就全身寒战，立时冻死。那是3阴脉络受损吗？咦，你怎么知道？糟糕！那等等，韦一笑奔跑了这么久，一定积引了不少内力。你说他会不会逼不得已吸珠儿的血呢？据我所知，韦一笑每次打起寒战来，血液凝结成冰。那个时候啊，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会……不行啊！小子，我的乾坤银气带撕不破，扯不烂，你不要白费气力了。哎呦，好痛啊！你小子，哎，说不挺沉，不走我的头了。谢谢你放我出来。我没意思要放你，用不着谢我。我不能呼吸了。能开口就能呼吸，小子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带你去的地方牛鬼蛇神，一个比一个凶悍。在我的袋子里最好安分点儿，免得出了意外。别怪我事先没有警告你。原来一直在地道里啊，怪不得老碰到我的头呢。福王侯总，快进去，有人来了，真够意思，别出事。要不是你帮我渡真气，我这条老命，哎呀，也就完了。是啊，那是你福大命大，有一个替死鬼送上门来了。不太和尚，父王升天，袋子里装的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一个人。哎呀，已经警告你不要出声，你还出声，你被踢脚看看，什么？刚好给我当点心。不行，这个人父王可动不得。天下没有我福王动不得的人。这个人与本教有恩，我敢说，福王若是吃了他，5星期非跟你拼老命不可。有这事儿，我是受凤阳分坛常遇春所托，帮这小子一把。什么？哎，走，咱们上光明顶，边走边告诉你这小子救常遇春的事迹。好，走。布袋和尚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这小子有情有义，挡了灭绝时代3掌啊！
又闷的。对了，我叫声杨伯伯就可以出这个布袋了。自从送不回妹妹到坐望峰也有4、5年了，怕是杨伯伯不认得我了。杨逍，这个家伙太混账了！告诉你，实在是混账透顶！就这么办，我跟你没完！彭和尚，你什么意思？明教成立100年来，江湖武林没有人喜欢我们，但也一直相安无事。对，这一次我就一直纳闷着，6大门派怎么会来围剿我光明顶？原来是你惹出来的！哎，彭和尚，你在说什么？他呀，为了替他死去的爱人报仇，挑衅峨眉派，惹恼了灭绝师太，才到了今天的地步。杨宗使，你说句话嘛！哎，各位啊，我们五散人一向尊重你，这事儿要杨逍自己说。是啊，不行，大敌当前，我们要同舟共济一条心，我不希望起内讧。哎呀，福王啊，你这样管闲事啊，到一边凉快就行不行？哎，你怎么有话冲我讲啊？要不念你救我一命，不要吵，早就怎么样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不需要追究前因。各位都已经上了光明顶，你们是来帮我御敌的呢，还是跟我为难的？今日大敌当前，我杨逍不要与诸位做口舌之争。你们若是哪位对明教存亡甘愿袖手旁观，那就请下山。杨逍只要不死，日后再一一拜访致意。哎，是了是了，6大派围攻明教，凡是本教弟子，人人护教有责。咱们呢，就先别争这口气，以大体为重嘛，是吧？这笔账以后再算，但眼前要他当教主指挥我们，我不服。我也不服，你们说是吗？啊，是啊，我也不服。嘿嘿，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啊，好吧，今天就先议定这教主之位。我周颠主张韦孝出任明教的教主。福王武功高强呀，计谋多端，本教中谁也比不上他。还是请你周颠来当教主吧。明教眼下已是4分5裂，如果再请你周大教主来颠而倒之，倒而颠之一番，那才叫好看呢。放你的臭屁！呀！手下留情！冷好冷啊！这不是伪皇的独门奇功寒冰绵掌吗？杨逍，你怎么也练成了？咱们大敌当前，岂可？说不得，他也是身不由己呀。郡主让你跟踪我的，你怎么熟知明教的密道？去地府问阎王爷吧。火药，有意炸掉光明顶？没错，我要光明顶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，包括郡主。阿弥陀佛，我的话你真听不懂吗？我说的是，一个也不能活！好狠！里面好像有人在打架。你在怂恿王爷灭明教，目的何在？去地府问阎王爷吧。
一定要抓住他。冷面鬼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不要站在那儿跟个木头一样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打他，打杨逍啊！打他！呀！杨国师，我不想与你作对，请车长罢刀吧。那冷仙只有得罪了我。冷面鬼啊！我叫你打杨逍啊，你怎么打起我来了？我对准的是杨逍啊！不对，父王，你发现了什么？乾坤大挪移，杨逍使的是乾坤大挪移神功。难怪我们全身冰冷，原来杨逍用乾坤大挪移把伪方的寒冰连长移估到我们的身上了。乾坤大挪移是我明教历代相传的一门最厉害的武功，自杨教主逝世以后，再也没人会这门武功了。早年承蒙杨教主看得起我，曾经传我一些这神功的粗浅入门功夫，惭愧的很，我练了10多年，也只练到第2层而已。乾坤大挪移最高境界是第7层，你才练到第2层就这么厉害了？杨逍，我认了，我服你了，服你。你们呢？服了。哼，既然服了，是否以我为尊呢？听你的，全听你的！快，车长啊，快！父王，无惨人，我说1、2、3，同时撤去掌力，免得误伤。1、光明左使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，连中我2下幻影指，居然仍能站立不倒。出了什么事？幻音指，少林派中没有这门阴毒功夫，你是何人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元真，作师法名上空下剑。6大门派围剿魔教，你们能死在少林派弟子手中，也不枉然呐。哼，6大门派和我明教为敌，真刀真枪决一死战，那才是大丈夫的行径啊！这叫出奇制胜。今日我元真一人打倒你明教7大高手，怎么，你不服气吗？呸！少林空剑神僧人风侠义，名播天下，哪知座下竟有你这种偷鸡摸狗、暗算偷袭的卑鄙无耻之徒啊！兵不厌诈，那是自古已然。我杨逍真是感慨，若不是我们明教自己内讧，也不至于猝不及防，一败涂地。你说得好，要不是你们7人互拼掌力，自相残杀，贫僧焉能一击成功啊？哼，这叫做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杨逍，我周天实在该死，对你不起。虽然我不喜欢你，但你当了教主，也总比没有教主而闹得全军覆没要好啊！其实我们都错了，为了争教主之位，弄得一团糟。九泉之下，谁也没面目去见历代明尊教主。各位现在后悔，依然已经迟了。当年杨顶天任魔教教主之时，气焰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啊！啊！哼，可惜呀，杨顶天他死了，没能亲眼看到明教的惨败。
他们在干什么？喂，布袋里的曾马牛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你非救我们一救不可。救你们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叫你救你就救了。那我要怎么救啊？说不得你袋口绑起来了，我要怎么出来？这布袋的口子是用千缠百结绑住的，除了我自己之外，旁人是万万解不开的。那你不是白说了吗？但你可以站起身来了。知道了，你来帮我解开口袋。不行，我受了重伤，动不了。阿宁兄弟，你舍身相救常遇春10几位兄弟的性命，义烈高峰，人人钦佩啊！眼下我们7人的性命也全赖你相救了。你只要走过去，一拳打死那个恶僧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我打死那个出家人，不太好吧？这臭和尚趁人之危，你是亲耳听到的。你若不打死他，明教上下数万人众都要尽数被他诛灭。施主，我此刻动弹不得。施主现在把我打死，岂不被天下好汉耻笑吗？臭贼秃！你少林派自称正大门派，却暗算偷袭，你就不怕天下好汉耻笑吗？是啊，说不得大师，贵教和6大门派之间的是非曲直，对我实不深知。讲句良心话，我也想替你们伸出援手，我又不想伤了这位少林派的大和尚。小兄弟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此时你若不杀他，等着和尚功力恢复，他就会杀你的。小施主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我怎么会随便加害于你呢？更何况你非魔教中人，一定是被布袋和尚擒上山来，准备加害于他。你胡说八道！你们魔教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。哼，我就不信你们会对小施主做出什么好事来。臭贼秃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大家别吵了。不错，元真大师出手偷袭，是不光明，可要我把他打死，又实非我所愿。不救你们，我又良心不安。我现在左右为难呐。小兄弟人人心术，令人钦佩。我倒有一法子可行，伸出你的手指，在元真的玉堂穴上轻轻一点，如此而已呢，不会受到损伤，只是在几个时辰之内不会行使内功。小兄弟，你知道玉堂穴的位置吗？小施主，你点我的穴道不打紧，可是他们的内力一恢复，他们就会杀死我。到时候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，你的良心能安吗？小兄弟放心，我们会送他下光明顶，绝不损他一根毫毛。小施主，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！放你妈的狗臭屁！我们以杨左使为主，他说不伤你，明教无散人唯命是从。父王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，我们一切听从杨大教主。大师，你都听清楚了，我相信杨少前辈不会自毁诺言，失信于人呐。君子一言九鼎。元真大师，那晚辈可要得罪了。小施主。元真大师，晚辈是为了周全双方，请别见怪。此刻我全身动弹不得，只有任你这小辈胡作非为。兄弟，怎么样了？臭和尚，你是啥？中了我奋力一击的幻音指，死定了！臭和尚，臭和尚，不要说话浪费真力，尽快运气。奇怪，我身上怎么不冷了？哦，是啊，9阳神功都能解除玄冥神掌的阴毒，
何况幻音指。是空剑神僧的高祖，杨逍认了。可是你一事不明，你怎么能偷入光明顶来？这密道你又是如何得知？若蒙相识，杨逍死亦瞑目。哼，我想不只是你，魏福王，还有吴散人，若不知其中的底细，怕也是死不瞑目吧。哼，好。哼。我就跟各位实说了吧，光明顶的密道是贵教杨顶天教主夫妇亲自带我走的。放你18代祖宗的狗臭屁！光明顶密道是我明教的大秘密，更是本教的庄严圣地。杨左使虽是光明使者，也从来没有走过。教规严令，只准教主才可行此密道。杨教主绝不可能带你一个外人行此密道。怎么样，谎言被我拆穿了吧？说不出话了吧，元真大师？啊？我不是什么元真，我也不是出家人，我是成坤。成坤，他是韩义府全家的混元霹雳手成坤。我师父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，我忘不了7月15那天所发生的事情。不顾师徒之情，竟然趁我9岁，对我妻子施暴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师父已经不知去了哪里，满屋子都是死人。义父这时常狂性发作，滥杀无辜。各帮各派所以齐上我当，逼死我爹娘，这都是成坤从中作怪。九阳神功，对，从头走一遍九阳神功。早在30多年前，杨顶天夺走我心爱师妹的那天，混元霹雳手成坤的心就已经死了。就在他们成婚的那天，我立下重誓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定当杀了杨顶天，定当覆灭魔教。今日天从我愿，天从我愿呐！明教毁了，毁在我的手中。多谢你点破了我心中的一个大疑团。杨教主突然暴毙，死因不明，原来是你下的毒手。不是，就是因为杨顶天身为教主，事务繁忙，无暇照顾师妹。可想而知，师妹婚后生活并不快活。她时常和我相会，为此，我们当然要找一个极隐秘的所在。坤哥，师妹，坤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几天没见了你了，我好想你。哥，哎呀，是正事。杨顶天欺负你了，可恶！我去杀他。不是了，坤哥，没有，杨顶天对我很好，他事事依我顺我，要不怎么会告知我明教的密道圣境呢？哦，那倒是。那是什么事啊？我有你的孩子。
爹了，我有后代了，我要做爹了。惊动了杨顶天，你我都会没命的。师妹，我们走，离开光明顶。不行，明教教众何止千万，要找我们易如反掌。天涯海角，难道就没有我们的栖身之地吗？为了你我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不能轻率，不能与我最心爱的人比翼双飞。我又不愿意我的孩子认贼作父。上天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呢？坤哥，你的眼神好可怕。我知道我成婚打不过杨顶天，有道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不行，杨顶天从没有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。嘘。你们两个很好，很好，对得住我。顶天，这是什么功夫？顶天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跟师哥无关。你放他下山，无论对我有何责罚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师妹，我得到你的人，却得不到你的心。顶天，顶天，你怎么了？顶天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！你听见我说话吗？顶天。师妹，看来杨顶天在练一门极难的武功，突然走火，真气逆冲，一直无法挽救。不错，他是在练明教的不世奇功乾坤大挪移。他一定是在紧要关头发现了我和你私下约会，才会。上天助我！他这是种因得果。虽然不是我亲手杀的，可是他却因我而死。师妹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！身为人妻，却不守妇道，我已经对不起他，现在又害死了他。我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也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师妹，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。师妹，师妹。我娶到你的人，却娶不到你的心。杨顶天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断。可我呢？我得到了我师妹的心，却得不到她的人。
最叫我悲痛的是，我的孩子，我的骨肉，也随我师妹无疾而终。这是谁造成的？是杨顶天。在这个世上，我没有亲人，我只有满腹的怨恨。我恨杨顶天。我当时指着师妹的尸身，立下了毒誓，竭尽全力覆灭明教。大功告成之日，我就会去师妹的坟前自刎相谢。这的确是段悲惨的过去。不过，平心静气，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？杨教主夺你之爱固然不对，但你与教主夫人私通，那就更是伤风败德，为人不耻。反正我不想跟你们争了，你们就要死了，明教就要覆灭了。虽说心愿已了，反倒觉得空虚。想我陈坤一生不幸，爱妻为人所夺，唯一的爱徒却又恨我入骨。你有徒弟？谢逊。谢逊？谢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，说什么？想不到吧？你们魔教中的4大护教法王之一的金毛狮王就是我的徒弟。我知道你们明教高手如云，以我一人之力，是绝对毁不了你们明教的。唯一的指望只有从中挑拨，令你们自相残杀，自相毁灭。我狠下心，杀了谢逊的全家，我要他恨我入骨，我要让他找我报仇。哈，我的好徒儿，你果然中了你师父的计了。谢逊滥杀江湖好汉，到处留下我的姓名，一意逼我出来。也因此，谢逊结下了无数的冤家。这些血仇，最后又如数算到了你们明教的账上。这也就是6大门派绿林好汉同仇敌忾，围剿光明顶的原因。原来义父一切不幸遭遇，全是陈坤这老贼处心积虑的阴谋，弄得义父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瞎了双眼。孤零零在荒岛上等死，这点深仇大恨岂能不报？杨逍、韦孝、吴散人，你们现在可以死而瞑目了吧？人我残躯，熊熊生我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，喜乐悲愁，皆归尘土。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；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。焚我残躯，熊熊生我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，喜乐悲愁，皆归尘土。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；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。焚我残躯，熊熊生我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。
站在，我还没站上，走。小超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。这房子里除了我就只有你，不是你，难道还有鬼啊？小姐，真的不是我，还敢狡辩？好啊，你个奸细，居然还找了个帮手来害我！不回妹妹，是我啊。你是无忌哥哥吗？是啊，不回妹妹。无忌哥哥，无忌哥哥，是你，我认出来了。没有想到在这儿看到了你。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是说不得带我来的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和尚进房啊？和尚？什么和尚？哎呀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哦，对了，你爹在前殿受伤了，你快去瞧瞧。我爹受伤了。你让开！使不得。你2次都干预我，难不成你跟他是一路的？他是谁啊？我的丫头啊。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呀。你既然跟他不是一路的，那就不要管我的事。哎！无忌哥哥，我不能见你在我眼前杀人。小姐，你总是疑心我不怀好意，是个奸细，可是我从无此意啊！解开我的穴道！不回妹妹。哎呀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不伤他就是了。我要去看我爹啊！哦，无忌哥哥，你在这里等我，一会儿我再来找你啊。谢谢你帮我解围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和尚？是啊，你看到了。你当真非追他不可？这和尚伤天害理，犯下了无数的罪恶。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要追到他。好吧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带你去。你说谁？无忌。爹，你要不要紧啊？啊，你说的是张无忌？是啊，爹不是跟他见过了吗？他说他在追一个和尚，还说是说不得叔叔把他带上山的。啊？那个少年是张无忌，张翠山的儿子，白眉鹰王的外孙，张无忌，就是他。哎呀，我死定了！当年我为了吸他的血，把他打下了万丈深渊。如今他功夫那么好，我完蛋了。这机关布局的真奇妙，谁也不会料到密道的入口处，竟会是在小姐香桂的牙床之中啊！哎，你怎么背不驼了，腿也不瘸了？我的驼背瘸脚啊是装的，骗骗老爷和小姐。怪不得你要说天下女子都爱骗人。喂，你要不要追人呢？这没路。这条信道我只到过这里，我肯定前面一定有通路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开门的机关。奇怪，他是怎么出来的？你在这里见过元真和尚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元真和尚，他就是从这儿出来的，差点把我吓死。
成坤想炸毁光明顶。成坤？怎么一会儿元真和尚，一会儿又成坤的？怎么走了？小昭，一定是小昭害死了无忌哥哥。现在的张无忌今非昔比，想伤他没那么简单了。那他会去哪里啊？杨教主，杨教主已经开始攻击了。后头起来报，6大门派已经开始向光明顶发起攻击了。速发号令，吴齐4门全力抵挡。是，教主。让一下，小心点。虽不能将所有的人一网打尽，我也要先毁了光明顶。就是这里，前面就是出路了。你看，人质已经点燃引线了，你退后。我们走。什么声音？快走！啊！快点！快走！先走，我等着。
今日让你葬身明教圣地，还有一个小女子相伴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你的脸，哎呀，我的假脸掉了。原来你这么美啊！那你为什么要装了一副歪脸、驼背跟跛脚的怪样子啊？看来这间是明教的兵器室，你被在地道内抵御外敌。是间密闭石室，看起来我们是进退无路了。公子爷，我叫小昭，我听破慧小姐叫你无忌哥哥，你大名是叫无忌吗？啊，是啊，我姓张。这铁链碍手碍脚的，把它砍断吧。哎，不行，小姐会骂我的。没关系，就说我砍的，我才不怕呢。来，把脚分开。这铁链子古怪的很啊！别试了，这条链子是打不开的。那要怎么解开它？钥匙啊，钥匙在小姐手上，只有小姐才打得开。嗯，好。如果咱们出得去啊，我一定要不悔妹妹帮你开锁解链。公子，你看，哎，这明明是扇门嘛！你离远一点。小赵，你的火折子呢？哦，在这儿。把火点起来。哎，小心走远点。哦。趴下！有个洞。可以走了。我苦了30年，我熬了30年了。师妹，你可知道我这段日子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卑躬屈膝，投身朝廷，任援兵曲意使唤。我昧着良心陷害我的徒弟谢逊，残杀我师空姐，任天下人责骂唾弃，这一切我都能够忍受。云阳凌天毁了我的一生，我一报还一报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处心积虑，费尽心思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，师妹，没想到让一个无名小卒曾阿牛给破坏了。
难道上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吗？我不甘心，我太不甘心了。师妹，我可以再苦30年，我可以再熬30年。明教不灭，我誓不罢休。交战啊！交战！师妹，六大门派和明教交战，你听，你听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快！小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哭了？张公子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待我这么好呢？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挡在我身前？我只不过是个低三下四的奴婢，你为什么要冒着受伤之险来保护我呢？啊，这也没什么。你是个姑娘家，别说我了，换成任何一个男子都会挺身相护的。公子，小心呐！这么容易开的门，小心有机关。别怕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哦。看来，这个房间是个尽头了。难道这具骷髅会是杨顶天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恭喜公子，这是明教武功的无上心法。不会吧？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羊皮啊！你拉紧一点。
这是乾坤大挪移的心法哎。张公子，乾坤大挪移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绝世武功，你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欢喜哎。咱们在这密道里面，没有米，没有水，如果出不去，最多只能待个7、8天呢。就是学会了这至高无上的武功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奇怪，陈坤为何不把这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拿走呢？没看到杨夫人的尸骨，像是他当时的心在杨夫人身上。公子，你在说些什么啊？哎，校长，你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羊皮上的秘密？那次老爷和小姐谈起这件事，我经过不小心听到的。他们是明教教徒，不敢擅进密道，违反教规。这杨顶天因为女人而死，陈坤因为女人把武林搅得天翻地覆。咱们把他葬了吧。想必杨夫人不知道杨顶天给她写了封信，便已自杀了。哎，公子，拆开来瞧瞧好了。只怕不敬。说不定杨教主有什么遗命呢？万一杨教主信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如果公子有机会出去的话，也好转告老爷和小姐，可以完成杨教主的心愿呢。竟余命在旦夕，又负前教主重托，实为本教罪人。盼夫人持此亲笔遗书，召集左右光明使者、4大护教法王、5行骑士、5散人，100余一命，不论何人重获圣火令者，为本教第34代教主。不服者杀无赦。令谢逊暂设副教主之位，掌理本教重务。看来他早知道夫人和陈坤的暧昧关系了，而留下这份遗书。只可惜杨夫人没看到这封信，否则明教也不至于如此自相残杀，闹得天翻地覆啊！小昭，你看，这里画了个图啊！余将以残存功力掩石门而和陈坤共处，夫人可依密道全图脱困。当世无人有乾坤大挪移之功，即无人能推动此无望位石门。待后世豪杰炼成，余即成坤骸骨朽矣，顶天景白。这是密道全图。有这个全图，咱们就能出去了。对，可以出去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，从这个门出去，再经过哪儿啊，小昭？过信道，进到兵器室。什么？这儿，唯一的脱困之路，正是被那和尚用大石头堵住的那一条。得此密道全图和不得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杨教主在遗书上说，只有乾坤大挪移神功才能推动石门而出。就算练成乾坤大挪移，我又不知道无望位在什么地方，图上也没说呀。公子，你是说无望位吗？那是伏羲64卦的方位之一，其阳在南，其阴在北。无望位在明夷位和隋位之间，我想应该在那个地方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有门。公子，你试试看这里。那我试试看。公子，小昭，都是我不好，害得你陷于困境。不是我不好，是我带你进来的。小昭，别说我觉得你是个谜样的女孩，你为什么装成丑样？为什么装成不会武功？甚至你又懂得深奥的5行8卦呢？或许
你有难言的苦衷吧？你不说，我也不勉强你了。哎，公子，不如你来练一练乾坤大挪移心法好不好？说不定你聪明过人，一下子就会了呢。明教的几任教主，穷毕生之功也没几个练成的。他们既然当得教主，自是个个才智卓绝。我在旦夕之间，又怎能胜得过他们呢？你会九阳神功，也许能超越他们。你怎么知道我施展的是九阳神功啊？反正被困于此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也许你有天赋，很快就学会了乾坤大挪移，那么咱们离开这儿就有望了。公子，你刚才的脸色很难看，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啊，这乾坤大挪移心法，乃在颠倒体内一阴一阳、一刚一柔的乾坤二气，所以脸上会显出青红之色，那是体内血液沉淀、真气变幻之象。你的脸色已经恢复了，看来你已经练成了第1层，真快呀！每人体内的潜力原极庞大，只是平时使不出来罢了。在面临危急状况的时候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往往能负千金。以往修行这心法之人，只因内力不够，勉强修习，反而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不懂。简单的说，一是因为我求生心切，逼迫自己速练速成；二是我已练就九阳神功，本来我体内积蓄的力道，因未得到高人指点，反而使不出来。现在这乾坤大挪移心法，把我体内的潜力激发出来了。既然你有超越一般人的一柄，那就赶快打铁趁热吧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每次练到此句，就觉得心跳加剧，气血翻腾啊。你练到第几层了？第7层。啊，乾坤大挪移能练到第7层，已经超乎常人了。弟子张无忌无意得窥明教神功心法，只在脱困求生，并非存心亏欠贵教秘籍。无忌若能脱险，自当以此神功为贵教尽力。连带教主在上，请你们保佑张无忌公子重整明教，光大列祖列宗的威名。公子，你不如休息一会儿，养足精神，早点练成神功。我只要学了乾坤大挪移，已经是福泽功德了，又何必人心不足，贪多误得呢？应该要知足常乐，要适可而止才好啊。公子，你是哪几句还没练成啊？我总共有19句，是这句、
这句，还有这句，这些。小赵，你记着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我想连公子也不会，倒要看看是怎么个难法。公子，你去试试看，能推开这个石门吗？现在才感受到自由的可贵啊！赵公子，小赵，你好漂亮啊！你只是说说而已吧？不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以后别再装作驼背跛脚的怪样子了，现在这样才好看。好吧，你叫我不装我就不装，就算是小姐要杀了我，我也不装。你别胡说啊！好端端的不回妹妹，干嘛要杀你啊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肤色奇白，鼻子较一般女子为高，你是西域人吧？你的美啊，比起中原女子来，另有几分韵味。其实我宁可像你们中原的姑娘。不谈这些了，我们想想办法，怎么上光明顶吧。啊，对了，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，也不知道战况如何。当剑术果然不凡，老夫佩服。白眉鹰王，眼下明教个个受伤，就剩下你一人。你若投降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莫奇侠是小婿同门师兄弟，怎么说也算是老夫的姻亲。难道今日非拼个你死我活不成吗？尹天正，你不提我张五哥也就罢了，今日提起挑起前恨，将我于三哥、张五哥全都是伤折在你天鹰教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枉于武当七侠之名。夫子小女死后不愿再动刀剑，今莫奇侠苦苦相逼，老夫只有舍命奉陪。以为之甚，岂可在乎？老夫纵横半生，从未在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。好，不愧为张三丰的传人。前辈手下留情，在下佩服。宋远桥，愿给殷老前辈疗伤。不劳大侠费心了。那接下来就由宋某来领教殷老前辈的高招。宋大侠，武当派以车轮战打一个受伤的老人家，这不公平。公子，是他，曾安牛。爹，是无忌哥哥。这小子失踪了一天，怎么又冒出来了？他这一来不知是好是坏，
他身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啊？这位少年朋友的话不错，虽说武当派和天鹰教仇深似海，可是我们武当却不愿意乘人之危。这场过节仅可日后再行清算。我们6大门派这次来是冲着明教而来的，天鹰教早已脱离明教，自立门户，江湖上人人皆知。鹰老前辈，你不必淌这趟浑水，还请率贵教人众下山去吧。宋大侠好意，老夫心领了。老夫是明教4大护教法王之一，虽然自立门户，但明教有难，我岂能置身事外？你身受重伤，宋远桥不愿趁人之危。前辈，空文大师，这次围剿魔教，各派敬仰你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，一致推举你为进攻光明顶的发号施令之人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魔教不能留下一个活口，除恶务尽，否则他日死灰复燃，又必会危害江湖。华山派和崆峒派各位，请将场上的魔教余孽一概诛灭了。武当派从西往东搜索，峨眉派从东往西搜索，别让魔教有一人漏网。昆仑派预备火种，焚烧魔教巢穴。少林弟子各取法器，诵念往生经文，替6派寻难的英雄魔教教众超度，化除冤孽。闻我残躯，熊熊胜我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，喜乐悲愁，皆归尘土。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；怜我世人，忧患时多。善哉，善哉！让我先杀了那个白眉老贼再说。且慢动手！你是为昆仑派掌门人，竟如此对付一个身受重伤之人，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？哼，要你这个无名小子多管闲事吗？小子，你是谁？我叫曾阿牛。
罗太冲，老夫领教你昆仑剑法。空文大使，事先说好的，双方依照武林规矩逐一对战。不错，明教自杨左使以下全败下阵，但我殷某人还没有死，也没有认输。大师乃一派宗师，不可出尔反尔，以多取胜，屠戮我明教。各门各派，稍等片刻，我等必须言而有信。真是麻烦，我空通五老就是来解决白眉鹰王。你老前辈伤重在身，不如我先替你上阵。晚辈若不成，前辈再出马也不迟啊。你应当不是本教教徒吧？晚辈不属明教，也不属天鹰教，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。今日和前辈并肩拒敌，乃是分所应当。不妥！你的内力深厚，老夫自叹不如。但是本领再强，也敌不过对方源源不断的武林高手，连番上阵。我尹天正为教而死，理所应当。你与明教毫无瓜葛，没有必要白白断送在这光明顶上。喂，废话讲完了没有？你老前辈，前辈，您老前辈说，你们5个不配跟他比拳，除非先胜得过我，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。你小子是什么东西？今天让你知道空通派七伤拳的厉害。人生5行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脾属土，肝属木，再加阴阳2气，一练7伤，七者皆伤。这是我派七伤拳谱总纲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七伤拳的拳功，每练深一层，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伤害，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。以晚辈的拙见，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到家。殷老前辈，你先歇息吧，这一仗晚辈代劳了。小兄弟，多加小心呐！小子，太看不起我们崆峒派了。大哥，少跟这小子啰嗦，看拳掌！乾坤大挪移？爹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！他不可能会我明教的无上心法，可他能把对方的拳劲移走，这分明又是乾坤大挪移啊！怎么不对啊，爹？就算是乾坤大挪移，没有足够的内力是不能运用自如的。爹，不要再乱猜了，待会儿等他打完了过来问他一下不就得了？殷老前辈，这一阵没让你失望，先撑下场面吧。曾阿牛的武功又精进不少，真是邪门了。阿弥陀佛。贫僧少林派元音。是你，当年就是你在武当山力救我爹灭龙门镖局，害得我父母因而惨死。这些人，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别急着报仇，要慢慢地等下去，只是一个都别放过。张无忌啊，张无忌，今日的大事是要调解6大门派和明教的仇怨，千万不可为了一己私心闹得难以收拾。少林派的过节，
日后再算账也不迟。施主强行来此出头，到底受了何人指使？我问你话，你为何不答？我来是盼望6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，并未受任何人指使。要问6大门派跟魔教罢手言和，难上加难。如果施主不是魔教之人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可以不为难你。请下山吧。怎不见贵派的元真大师呢？元真师兄，这次6大门派围攻明教，实则是受了奸人的挑拨，在下深知其中曲折原委，斗胆先请西武止戈查明真相，谁是谁非，自可秉公判断。施主指明找元真，难不成你所指的挑拨奸人是指他吗？不错，只要元真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，我保证他的奸谋就能大白于世。你这小子奸猾无比，你明知元真师兄已经不可能出来跟你对峙，啊，你硬是指明要跟他相见，那你何以不让武当派的张翠山出来对峙呢？元婴大师，你说话注意分寸。元婴大师，这张武侠的名讳，其实由得你乱说的。普天下之人皆知张翠山自甘下流，受魔教妖女的诱惑，最后落了个好色之报。不许你侮辱张武侠！出家之人，据实而言。你住口！啊！